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土啊，观众朋友，昨下晡全世界掠做罗西亚乌克兰要烧战的时阵，罗西亚煞对乌克兰边境撤离13万军队。罗西亚国防部表示，进前部队在震动，是因为军事演习，演习结束，部队就刷转去基地。全世界吐一口大气。欧美的股市嘛随中悬，好佳在总是美国、英国拢感觉危机还未完全收煞，讲着爱罗西亚完全撤军才有准算。美国、日本嘛，搁一摆表示，罗西亚若真正拍乌克兰，就要甲经济制裁。会使讲，即马大家犹原是带咧等无烧战，股市连咪中悬，若烧战，毋就不得了啊！罗西亚、乌克兰即道危机已经3个月，到底会烧战无？呛声要烧战，事实上在要意啥？今仔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高金山研究员，大家安安，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咱今仔日一定拢有看到咱的台积电在征求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年俸可能会到500万哦。要创啥？要替因分析地缘政治的情势。这有啥物重要？这会影响到投资的环境，地缘政治的影响，咱对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危机就看会出来。昨昏，罗西亚总统普丁甲德国总理肖兹有会谈，普丁讲无想要烧战，总是北约袂使互乌克兰加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讲，加入北约是梦一场啊！因可能要放弃加入，咱看到昨撤军了后，欧美的股市连咪就中悬。总是美国总统拜登讲，还未正式讲危机完全解除哦，因为罗西亚甲白罗西亚军事演习到这个月20号，所以即马犹原还未明朗。咱大声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危机的报道。这段由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画面，并不让乌克兰认为情势有缓解，美国也谨慎看待。We should give the diplomacy every chance to succeed. We have not yet verified the Russian military units are returning to their home bases. Indeed, our analysts indicate that they remain very much in a threatening position. Russia has more than 150,000 troops encircling Ukraine and Belarus and along Ukraine's border. 影片显示，战车甲武装的车伫结束乌克兰边境演习了后，整起火车顺公路开回基地。По мере окончания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бое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йска, как и всегда, совершат марши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ым способом в пункты постоя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Южного и Западного военных округов, выполнившие задачи, уже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погрузке н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и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И сегодня начнут движение в свои воинские гарнизоны.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甲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议，同意继续增加甲美国也有北约的对话。也甲伫个来访的德国总理肖兹会谈的时阵表示，无希望战争。По поводу хотим мы этого или нет? Конечно, нет.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мы и выдвину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ереговорном процессе,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которого. 在情势紧张的时阵，乌克兰通报国防部甲两间银行互骇客攻击几点钟。西方安全专家认为，这攻击是俄罗斯出手。路透社引用无出名的消息人士的讲法，美国甲欧洲官员会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做出回应。另外，报复行动或者是制裁范围，都看骇客攻击造成的损害程度来决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观众朋友，咱看到大家人上烦恼要烧战的时阵，煞撤军，撤军了后，佮甲咱讲，犹原可能会烧战。咱请教林老师，到底会烧战无？咱会当看起这个，抑个以这个危机的阶段吼，但是就是讲危机的阶段，毋惊这个罗西亚、美国、法国、德国，因拢有足济这个危机的预防。
一寡措施啊，吼，所以包括德国的总理，阮还去到美国，去到这个甲这个普丁来见面，法国的马克宏总统，吼，阮还去到这个俄罗斯来甲这个普丁来见面，所以都无希望讲真正是战争，但是政治甲外交的目标对莫斯科来讲，这足重要。就是讲，这个乌克兰袂当加入这个北约。是。但是伊利用这个军事的演习吧，这军事的演习抑个咧进行。伊即马就是讲部分的部队啦。是。因为足侪15万部分的部队演习了，就等于伊的营地。是。但是抑个有一部分，抑个拄咧演习，所以毋是讲危机完全解除啊，吼，所以咱会当个继续看，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唔惊对欧洲，唔惊对美国，唔惊对俄罗斯，对中国，而且对台湾。会再来讲，就是讲台湾伊即届内底，差不多过一届变成国际媒体一个焦点嘛，吼，大家都来注意就是讲这个乌克兰安那来处理这个这个洛西亚的压力，是这个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是美国安那来处理，因会当看见中国安那足注意看，就是讲伊对台湾的政策是毋是有那共款会当受到这样子国际社会的压力，吼，所以就是讲即个就是讲咱看起乌克兰危机已经有几个月，但是咱希望伊袂当变成一个战争，伊也能讲变成一个战争，就足大的影响哦。所以危机的处理，咱会当看起来讲比2014年这个克里米亚的危机甲兼并啦，吼，就完全无共款。即阵这个奥巴马总统较冷落，吼，但是即马这个拜登总统有足大，就是讲希望会当来互这个罗西亚唔通来发动这个战争，而且阮也有威胁，这个威胁唔惊外交、经济、军事，伊做足个准备。所以这个是最重要，就是讲，互这个普丁知影，伊也能讲要以这个乌克兰的边界来发动战争，有足大效果。是。观众朋友，咱看到乌克兰的危机吼，全世界拢在看，中国嘛在看，台湾咱嘛可能会牵涉伫内底哦。咱即马来看乌克兰危机，咱即马了解吼，这个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可能性，犹原是较大50%吼，无确定讲伊一定袂伊甲13万的军队压伫乌克兰的边境，即马甲白罗西亚联合军事演习，不过。普丁好人讲想要发动攻击，咱来请教郭老师吼。伫这个情势中间吼，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咧讲，可能犹原的修正，伊到底有啥物方式甲这个罗西亚来反制？好，今仔日早起吼，拜登伊有开记者会，吼，伊主要是要甲罗西亚的人民讲，吼，美国无要甲恁拍。吼，希望讲即个代志吼，即件开战的代志会使吼，莫一直为顶头烧起来，是吼，会使用外交的手段解决，就用外交的手段解决。吼，这是应该是讲所有吼全世界所有人民应该拢无希望看到战争啦，吼，所以会使解决就解决。但是呢，拜登伊阁有讲一句话哦，讲若真正开战，若真正开战。这个事件会对美国的经济影响足大的。为啥安尼讲？因为呢，咱知影即马吼，美国的股市受啥物影响？受通膨的影响，吼，甲迄个联准会要调利息，吼，为顶头起利息，所以最近股市就才一直跌嘛，一直跌，尤其是科技的这个股票，吼，美国的股票一直跌嘛，吼，像讲迄个脸书 Meta 就跌到强要叫唔敢嘛，对不对？吼，但是你即马若是讲开战，油价一定为顶头去，吼，油啦，所以变讲通膨加上油愈来愈贵，会形成啥？
行政变讲啊，伊即摆若开战，美国总统讲美国甲全世界自由世界国家要甲迄个洛西亚经济制裁。是，吼。第三咧，若是开战，这边乌克兰这边，伊是全世界足大的迄个牛食的生产基地呢。对。吼，伊生产啥？玉米出口、大豆出口、佮小麦出口，这三项。所以为啥拜登会讲，若是开战，对美国啊甲欧洲的影响足大的。吼，啊，我拄也讲，迄个。伊若开战起来，能源的一直愈来愈贵。能源我来讲，石油啊甲天然气，所以咱大家知影讲，洛西亚伊是全世界第3大的石油出口国，啊甲第1大的天然瓦斯的出产国。OK， 啊，所以伊洛西亚伊免讲接紧就甲这事件放掉啊。吼，因为伊若维持讲甲美国紧张甲欧洲紧张的这个状况下，能源的价销持续的贵，对洛西亚是好代志。是为啥？伊虽然无要拍，但是伊就维持你紧张，啊油价就贵，啊因为油毋是讲塌起来，啊就油就无啊，毋是呢，油是一直生产，哦装落去，伊就一直生产，所以伊若等就是油价的时阵，伊就一直卖油嘛，这是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呢，这就美国安怎会使制裁，制裁洛西亚，除了你讲科技这个产品卖袂因，也是因出口，出口，伊即马要制裁啥？我拄仔讲洛西亚会使趁钱，干那以外2项，一项叫做石油，一项叫天然气。老师，这经济制裁咱稍等下再来讲。稍等下再讲。对，好，咱请教讲老师咱看到洛西亚总统普丁，伊到底是要爱啥呢？伊讲到讲袂使互乌克兰加入北约，是。敢若是爱这项吗？敢有别项？我同意迄郑毅老师的讲法吼。其实咱看到，洛西亚其实伫过去内底，因为伊有乌克兰即个所在吼，做的一个安全的迄款中间，所以咱看到伊要爱安全的即个部分，所以伊感觉是迄款北约吼在甲威胁，所以伊希望北约毋好甲接受乌克兰的迄款申请要加入的即个部分，因为咱知影乌克兰的总统伊咧竞选的时阵，伊就讲要更加开放，要更加接近西方，所以咱看到讲，乌克兰若是加入 NATO 了，其实伊就是甲罗西亚中完全无啥物会当迄款有一个缓冲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咱看到普丁伊想要爱啥？伊当然想要爱安全，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咱看到其实伊迄个罗西亚为2014年入侵迄个克里米亚了，其实咱看到伊的经济差不多落2/3。这几年内底规个落落来，咱看到伊爱个因为这件危机，其实普丁无法度落台。啥物叫无法度落台？因为伊爱个饲这克里米亚这叛军，这阿刀叛军完全只爱个靠伊饲。伫乌东这个所在，这顿巴斯这个所在，伊内底遐伪装啊，遐第5纵队内底嘛是爱靠伊饲。这你来看安尼甲拖落了，其实伊是完全经济是愈来愈歹。即嘛是徛好难下，徛好难下，所以伊需要有一个会当会落台迄款做法。所以咱看到讲，伊当然是希望咱看到伊个普丁要爱个啥？第三个，伊要爱民主。咱看到，迄个法国的总统嘛去啊，这德国总理也出来，这美国的总统嘛是在讲这代志，全世界拢去个按捺，所以等于民主嘛拢做互伊啊。所以咱看到讲，伊到底要爱啥？其实伊想要甲为过去2014年伊入侵这克里米亚这个部分因为国际在甲制裁，伊经济愈来愈歹，所以民主也摕到啊，伊也摕到讲这各个国家拢来甲高正，来希望讲这是毋是莫造成这个冲突？但是咱嘛看到其实若是罗西亚真正入侵这乌克兰的部分，其实上惊是习近平，因为伊内底国内因遐小粉红就讲你甲看这
普人就拍落啊，你哪会？普丁就敢对着遮国际遮尔济中国，啊，那中国这对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国际社会吼，拢足细致在进行这外交斡旋，吼，所以咱看到讲，这普丁要爱啥？伊要爱民主，伊嘛要希望摕到一寡物件，伊的物件要卖出去。是，咱看到全世界在想办法化解即摆的危机，咱看到北约有啥物反制的作为呢？咱看到欧盟提供13.6亿美金贷款援助乌克兰，美国嘛用2亿的美金甲武器来即个互乌克兰吼。不过建中老师拄则讲到，罗西亚爱安全，伊无爱北约的即个军事力量挖伫伊的边啊。总是即个乌克兰的东部有一个顿巴斯的地区，毋到。即个罗西亚互因独立就好啊，安尼就中有一个会使春秋的所在。咱请教林老师，伊是安怎无安怎做？咱会当看起即个2013年，吼2014年，即2档内底，你拄啊讲到这顿巴斯，有一部电影叫《顿巴斯》。哦。伊即部电影就是讲吼，伊即个乌克兰的东南方啊，吼东南部，吼即顿巴斯这地区。是。基本上，因落尾有一个协定，这协定物件，即个是即个乌克兰甲即顿巴斯，吼，搁有即个德国、法国，大家拢来见证，吼。是。就是讲，即个乌克兰的中央的政府要互即顿巴斯地区物件改善因的经济的环境，搁有即个政治，互因，咱像国中有国共款啦。一个国家内底，阁有一个较独立的即个顿巴斯地区。这顿巴斯地区虽然讲真正诶俄罗斯的人种并唔是超过50%，但是讲俄罗斯语的吼，一较这无毋对吼。因拢是亲近即个莫斯科，即个罗西亚。所以即罗西亚会当足容易的对来敲做吼，敲做即个。乌克兰的东部这个地区，这个独立的分子，吼，甲乌克兰政府的矛盾，嘿，物件因是要独立，而且佫有因有这个武器，吼，有家己占领的所在，甲政府，吼，所以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这乌克兰的中央的政府安那来落实，吼，来对待这个乌克兰东边。这个顿巴斯地区这个独立的政府，这是那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过咱会当看起来讲，这届这个罗西亚伊所用的就是讲全部的政策，伊都用到，手段都用到，就是军事的演习、危机，就是军事的演习，吼，军事的演习来，搁来有足济，比如讲是这个网络啊。网络入侵，吼！你以乌克兰的银行，你要领钱，你差不多中断7点钟久，你无法度领钱，吼。因为系统歹去。搁有其他即个媒体假新闻，假消息，吼。搁有其他足济，吼。伊毋是讲一届就是讲完全拢无经过，伊有经过，有足济外交，但是即个。介重要，我讲介重要。原来即个普丁，即罗西亚总统，伊要安怎行即个第二脚步。是。会使讲，即个普丁，伊即个原来是足大的冒险嘛，吼。伊就是讲乌克兰无加入即个北约啊，吼。即个可能暂时无法度啦，吼。虽然讲即个乌克兰要加入即个北约，是即个因的宪法。因即个宪法，伊2008年伊有修改过，吼，希望伊差不多2023年会当加入即个北约，但是我看即摆即个时间一定会个易拖落去，吼。若是伫宪法内底是安怎？因的总统讲这是梦一场，安尼伊都毋得违宪？伊应该是毋是讲即个完全的结论就对啊，吼。伊有即个盲目毋对，但是要实现有足大。的问题，咱看起即届虽然讲伊毋是北约的成员，但是北约国家毋惊美国、加拿大、
个其他国家都有来寻求伊的援助或者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伊即届并毋是讲单独来对付即个罗西亚的军事的压力，有足大的国家足侪国家毋惊伊欧洲、澳洲日本美国、加拿大。全部拢是来支持这个乌克兰，而且美国佮讲啊足清楚，就讲你中国爱表示你的态度，你袂使讲你完全都无表示态度。澳洲的总理Morrison， 伊若是安尼讲，但是中国外交部马上就是讲应该袂使安尼讲中国伊有安尼讲，就是讲伊无完全讲这个乌克兰啦，但是就讲反对这个北约。继续个向东来扩张，将这个乌克兰来包纳以这个其中。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即摆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危机互大家遮尔烦恼，有一个原因就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军事力量相差太大。罗西亚的部队有85万人乌克兰才20万，这是1/4。咱阁看到，不管是国防预算、战斗机、直升机、装甲车、甲战车拢相差真大安尼。不过，伫英国的媒体讲，会先用这个炸弹甲飞弹来，互这个战争开始，然后就是20万人要侵入这个乌克兰。总是咱台湾的风传媒的副总编辑严继武讲，要侵略乌克兰罗西亚会用济的手路拄则林正义老师有讲到，网络的攻击经济的这个方式，咱请教吴建中老师，伊安尼做，伊先看起来是真成功刷来伊可能阁有啥物发展？咱看到其实咱知影，学我郑义老师嘛有讲到其实这因内底迄款关系是足复杂的。但是咱看到，咱头一个时间点就是讲即摆即个落雪啊，即个时间点拄好是冬天甲春天，这落雪都要开始扬的时阵。所以咱看到其实足侪国际新闻已经看，虽然看起来敢若有85万的军队。嘛有足侪迄款战车，其实咱看了国际媒体嘛有翕着迄战车竟然绕链所以咱看到讲，即个罗西亚的军人甲伊的战力的部分，其实毋是讲媒体讲的遐尼强势的部分，尤其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过去因在拍迄个克里米亚了后，其实因足侪迄款军队军人拢屯守伫这乌克兰的边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因的军人嘛是安尼长期安尼足紧张的状态。所以其实迄种的部分，其实对咱来讲，咱知影即个战争其实是所有人拢想要避免的部分。所以毋是讲大家即罗西亚的军人拢就想要拍，因为在过去内底第三个就是我讲的，其实本来普丁想讲我伫迄个顿巴斯还是这克里米亚这个所在我有饲一寡叛军，有一寡，结果这叛军到底是会当甲普丁斗相共，还是伊搁家己派兵出来？其实咱看到到即摆，其实拢是伊家己派兵出来。所以虽然即讲军力还是战备的部分是讲，敢若看起来足输赢，敢若差足大，但是实际上咱看到讲。乌克兰伊会得到美国支持，得到欧盟的支持，伊摕到这物资也好，这装备也好，其实是拢伫实力顶头，袂输较输迄个罗西亚这个部分。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到底军人也是这总统，因到底因有对这场战争，因的想法是要创啥？到底因要摕到啥？所以咱下个主持人嘛问，这普丁到底伊想要摕到啥？伊想要摕到支持，还是想要摕到一个落台阶？对咱来讲，咱在看这件代志的时阵，都爱去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咱在看装备的时阵，嘛是爱去看因的迄款军人的信心到底是有还是无的部分。是，罗西亚用军力甲乌克兰吓不过伊甲这个军队压伫乌克兰的边境。压到乌克兰，即马去放盘来甲伊斗相共，咱请教高老师你若要甲人拍，敢毋先甲人讲？所以我一开始我会感觉讲
洛西亚要甲西方这个自由民主国家讨物件的几率较大啦，因为你自历史来看嘛，战争以前会赢的战争，通常是袂讲我先大张旗鼓讲我要甲你拍，我要甲你拍，一定是偷袭，偷袭，因为为啥？咱即马世界战争迄兵器足厉害嘛，一声就会死足侪人的，啊成本足大的，所以你若是开战，你一定是减少成本，在所上短的时间下，爱达成你的目标。所以咱毋知讲，咱拄仔咧讲2014年 Crimea 除了伊内底的硬核之外，伊洛西亚入去的时阵速度足紧的，所以伊则减少足侪即个无确定的因素。但是即马咧，因为伊这几个月来大风消息，所以即马乌克兰内底民众，大家拢搁提醒起来，开始练枪法的，连老阿嬷80岁老阿嬷嘛是讲，伊要起来战场，要保卫家己的国家。这我感觉，这会使讲咱台湾若是真正有一天是，大家嘛是拢安尼啊，对不对？咱是小个国家，乌克兰甲洛西亚比起来，因嘛是小个国家，所以因的民生士气较容易会甲凝聚起来嘛。所以我感觉讲，普丁伊即马若是要拍乌克兰，即马伊假设会拍起来，伊成本就要开足大的。因为为啥？西方国家的这经济援助甲武器援助拢入去啊嘛。啊，伊若真正要拍，啥会等甲人这援助的这武器入去，才要开始拍。啊，毋是招来更较大的麻烦吗？所以目前讲，咱即摆普丁讲啊，我慢慢退兵，但是伊自然伊袂使一摆就退掉，一摆退掉，因为为啥？你战场啥？你若讲要退兵，啊一摆退兵，万一你后壁叫追兵甲你拍，要安怎？是毋是？所以伊退兵一定是小可先退一寡，小可就退一摆，但是伊这紧张的状态会搁甲维持掉，因为啥？维持紧张的时阵，伊要甲西方这国家化拍拉欠要讨物啊，搁较讨会着嘛。对，这是我的看法。是，一时啊紧张，一时啊放冷，搁一时啊紧张，一时啊放冷。这届危机，咱的报道做阵来看。俄国军队继续伫白俄罗斯境内甲领空进行大规模军演，乌克兰士兵是伫东部高度戒备，严防包围。乌克兰会10外班俄国大军随时可能采取入侵行动。От за останніх, майже так 3 доби, воно йде як по наростаючій. 乌克兰局势继续升悬，美国总统拜登甲英国首相强生在时进行40分钟电话热线，认为透过外交方式有望有可能化解战争危机。俄国总统普京甲外交部长的电话，亲像也讲出避免战争爆发有望有一丝仔希望。Они, конечно, не должны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 но на данном этапе я бы предложил их продолжать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Хорошо. 部分媒体推测，俄国入侵的时间点将落伫2月16日。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西方媒体调故意碰断，也毋过在时发表全国演说的时阵，又按宣布16迄天全国拢挂国旗唱国歌，展现团结一致。佮呼吁最近几天选去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甲企业家，伫24点钟来回国。Нам кажуть, що 16 лютого стане днем нападу. Ми зробимо його днем єднання. Відповідний указ я вже підписав. Цього дня ми вивісимо національні прапори. 美国国防部继续向波兰增派美军，也毋过也无愿意讲出俄国具体入侵的时间，只强调威胁继续升悬。美国已经完全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所有的使馆人员，将使馆送往乌克兰西部挖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同时呼吁所有伫乌克兰甲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赶紧离境。美国国务院甲北京拢警告，俄国随时可能发动攻势。另外，18将伫德国登场讨论国际重要安全政策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年将聚焦乌克兰议题。俄国也已经确定无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则是强调，伊将尽力阻止战争爆发。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即摆危机吼，国际上大家讲法是安怎？普丁讲，罗西亚无想要战争吼，若是乌克兰无加入北约。都无代志，
啊，乌克兰的总统讲，即摆要加入北约是一场梦，啥物人会甲咱支持？不过林正义老师拄则所讲的话吼，咱搁继续来请教。伊讲即个梦到底是讲是一个希望，还是讲繁华拢是梦？迄款的讲法？咱看起这美国总统拜登啦，吼，因为知影这个罗西亚的要求啊，吼，但是就讲这个北约组织完全都无讲同意，这个乌克兰卖予乌克兰来加入这个北约啊，吼，这个乌克兰，我头前有讲过，伊是宪法内底有规定，但是这期间呐，也有一段的期间，吼，伊即摆内底你有梦上水啊，吼，但是你要做这个梦，一定有足大的条件，吼，这条件，咱即摆看这乌克兰的危机，原来甲这个有100%的关系啊。是，这个国家到底是为什么才想要加入北约组织？最重要来讲，咱知影来讲，以这个强权呐，这个过去的苏联，即摆的罗西亚，下边啊一寡国家，因希望要自由。要民主，吼，伊有较大诶保护的力量。这保护的力量，咱这个乌克兰，伊的人口差不多台湾的1倍啊，吼，一倍差不多4400几万啦，吼，差不多但是对这个罗西亚来讲，这个乌克兰袂使互加入。头一吴教授建中遐有讲到，吼。这个乌克兰的那像是这个缓冲地带共款啦，所以对这俄罗斯来讲，你这北约来，军事也来，武器也来，而且其他演习完全已经到门口口，这伊无法度来接受，所以伊有足济的压力，以这个乌克兰的，个以这北约，个以这个美国，的身上。但是这个北约并不是讲完全都无甲这乌克兰有关系，伊有一种叫做伙伴关系啊。这个伙伴关系虽然讲有一寡国家像芬兰，芬兰不是北约的其中一个成员，但是芬兰当买这个 F-35的战机就对，所以乌克兰按讲即马无加入，并不是讲完全无机会，完全无机会。你爱看你这梦，你可能唔是5档。还是10档，你5档可能无法度，但是10档以后，这世界的局势足歹讲啊，但是这个是乌克兰的宪法，伊即马这个阶段内底，伊真正有困难，但是这个北约其他的成员并不是讲安尼就来放弃，这乌克兰，应该乌克兰有足多的鼓励援助，打气，但是。咱知影就是讲，这个罗西亚是一个做亚霸一个国家，其他国家都做歹来对付，一个是这个罗西亚，一个是中国，所以这就是力量啊。不过这个力量并不是互人会当介意的力量。是，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组织，想要放盘来抵抗罗西亚的侵略，甲咱台湾需要国际上的支持共款。咱来请教吴老师，敢是因为这个云端，互别人看到乌克兰，就想到台湾？是，我想吼，这足济时阵吼，咱的总统府啦，最近嘛有讲吼，因为乌克兰甲迄个罗西亚伊这场冲突，所以后一寡人吼，这在看好戏，若有足济迄款假消息吼，伫台湾在传。也就是讲吼，足侪人咧食米粉咧看发烧的感觉。为什么？头一个，其实咱知影吼，台湾目前台海情势吼，无任何不稳的情形，无任何不稳的情形。但是咱看到上海东亚所的迄款前所长张念慈吼，伊特别写文章来讲吼，台海是一个准战争状态。准战争的状态，咱看到，其实咱会当足简单讲，咱看迄个罗西亚这所在，不管是演习也好，也是迄款各国的要求吼，因的人民吼较紧离境。其实咱台湾即摆拢是目前无任何增加要战争的迄款风险。但是咱看到，其实中国有甲咱威胁。
吼，不管是军机也好，啊军舰也好，在即款西台湾的部分，也是讲迄款灰色的迄款冲突哦，是足侪。但是咱即摆台海吼，因为这不管是国际的支持也好，也是讲咱台湾家己的自我防卫的信心也好，这是非常无啥共款的所在。但是有人就是在串这个部分。第二个，咱嘛看到吼，有人讲乌克兰就是台湾的迄款情形。啊，咱看到吼，因就咧讲哦，讲即摆吼，美国已经无啥物筹码会当去影响国际社会。啊，台湾吼唔好寄希望美国啊，唔好寄希望即国际国家，啊想要来分化咱台湾的这种信心。第三个，咱嘛看到吼，嘛有人足侪讲啊，你看咱台湾足戆的，甲美国吼买遐侪装备，你啊看乌克兰安尼就有危机俩，伊若免开啥物钱，美国就送，啊欧洲也送，吼，啊台湾要买啥物物件，拢爱美国讲较有算，吼，所以透过即个方法，在分化咱台湾。咱上重要，我感觉上对台湾吼，有一寡人就是讲心内吼，敢若有病的部分。为什么？恁看咧英国经济学人吼，讲咱台湾是一个迄款民主非常民主的国家。结果我看到足侪学者嘛有在写文章，啊嘛有在批评讲啥物台湾是独裁政权、民主独裁。这个其实甲咱台湾老百姓看到，不管是咱在防疫也好，还是咱在迄个边境的管理也好，其实咱台湾就是透过民主甲国际社会得到非常的支持。结果有一寡人就咧讲啊，讲啥物台湾是一个民主独裁。这咱读过政治学来讲，这啥物叫做民主独裁？这其实是互相矛盾的，非常矛盾。啊，尤其啊，因讲啊，你看你迄个乌克兰因的总统泽伦斯基，因就是想要甲美国啊、甲西方好啊，所以你也看，所以伊即摆去互迄个罗西亚安尼甲地落来。咱台湾吼，唔知上尾一个吼，我看了有一寡新闻，我嘛是讲，因讲吼，即摆乌克兰甲罗西亚即摆在紧张，吼，讲叫咱台湾吼，讲尤其即种吼，唔好甲美国人来添麻烦。到底是谁甲美国人添麻烦？其实是中共啊，因的军机、因的军舰安尼飞，其实是互美国人足困扰的。啊，所以咱看到是讲，这个部分咱一定要做一个澄清。是，王老师，若是有人讲吼，美国安怎对待乌克兰，就会安怎对待台湾，伊是用安尼来讲啊。总是若真相来讲，乌克兰甲台湾有啥物争吵，会致使美国对咱无共？其实吼，咱看到台湾甲乌克兰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咱看到台湾得到非常侪国家吼，甲咱支持，不管是奥库斯也好，还是跨的。其实咱看到，尤其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咱在讲半导体，其实台湾即摆科技的部分，互国际看会到，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咱看到讲乌克兰甲罗西亚中无任何迄款天然的迄款会当。隔断的所在，咱台湾有一个台湾海峡，这是一个国际的迄款部分。咱看到讲啊，尤其吼，咱在台湾的民主愈提悬的时阵，其实不管是日本也好、欧洲也好，还是澳洲也好、美国也好，其实拢是咱台湾足好的朋友，嘛邀请台湾要参加这做一个国际组织。所以咱其实吼，咱爱看到讲，面对这假消息来讲吼，咱爱正确来看，千万唔好去用分化。是，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国际社会安怎看这边的危机吼。德国总理讲，这个撤军是一个好的消息，伊望看到更较侪好消息。法国总统马克宏讲，会用政策来继续协调，会这个抱希望，讲这个危机会消除。英国外交部长有讲，就爱看到罗西亚全面对乌克兰撤军，才会相信讲这个危机已经解除。总是咱要来请教高老师吼，罗西亚敢有可能完全撤军？这敢有符合因的利益？完全的撤军哦，我看可能性较低啦，吼，因为讲伊想要把这个事件吼当作国际事件来处理。伊若拢撤军了后，伊就无这筹码，吼，手中无这bargaining chip 啊，无法度甲西方来划，啊，所以我来讲，因为吼，拄啊两位老师拢有讲，就是讲争议点伫NATO，到底乌克兰伊要加入这个北约吼，这组织，啊，罗西亚无想要互伊加入，
这个争端点，我感觉会一直搁持续继续落去。所以你讲，伊个洛西亚伊就屯兵伫遐，对伊来讲的话，伊个成本足低啊。因为伊成本低，但是对洛西亚的成本低，但是对大家成本足悬的啊，经济成本拢足悬的啊，对不对？因为咱拄也讲过不确定性。伊若讲随要，你看，今仔的消息讲，我要撤兵撤1点啊，美国的股票随大起嘛，对不对？对。石油随拔4%，但是呢，伊若讲，我无想要退啊，随落个，我讲股市就随个大盘，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影响人心啦，人心，所以咱人心会惊嘛，大家会惊，所以想要把你的资产拢放弃掉嘛，所以伊就对这个物仔来讲的话，就俄罗斯来讲，这是伊的策略，伊的策略。对乌克兰的来即摆来讲，乌克兰是趁即摆，因为对伊来讲是足大的危机。但是对即摆来看，伊会使得到足侪朋友，甲伊徛做伙，伊会得到足侪援助。但是呢，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即摆西方世界国家，包含欧洲这个国家也是美国这个国家，拢感觉讲，普丁你是一个讲画刀起刀的人。不得到信赖，不得到信赖，所以这我感觉对伊来讲的话，对洛西亚是一个伤害，是一个伤害。第二点来讲的话，我是感觉讲西方国家安尼看起来，就是共产世界的领导者，看起来还是洛西亚啦。因为中国一直想要抢这个讲共产世界国家的安尼去嘛。但是你家看，这世界看起来来讲的话，西方国家还是看洛西亚看较重啦。拄则郭老师讲到这个经济的问题咱看到若是烧钱会烦恼讲这个半导体的原料会受到影响这个耐气、甲钯、甲这个氯氟定义烯拢会起价。老师你来看。这敢是有影是安尼，敢会影响到咱的台积电？其实耐气甲钯气会影响到美国的在地生产的半导体，因为耐有90%，美国是甲乌克兰买。钯材钯是白金的一种，有35%甲迄个洛西亚买。美国，但是你亚洲呢，我甲你讲。咱亚洲的这个生产半导体的国家，敢若咱台湾嘛，甲韩国嘛，对不对？占大宗。咱的迄个钯材敢若有一小部分甲洛西亚买，大部分咱是甲南非买。所以生产钯材第一大是洛西亚，伊占44%，全世界占44%。第二大是南非。南非就占差不多这边接近差不多35%左右。搁落来是加拿大，搁落来是美国。所以变讲，伊敢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拢是民主国家。所以你讲钯材要欠货，较困难啦。对咱较困难，因为货源是稳定。对，伊除了你讲迄个俄罗斯你无供应钯材以外，其他国家拢会供应。因为无钯材、无半导体，大家拢停落来嘛，是不是？拄仔讲耐气乌克兰是应该讲全世界上大的生产商，生产的国家。但是呢，亚洲绝大部分的国家拢有生产迄耐气的能力，只是量大甲量小。就讲日本就有。咱台湾嘛是有几间气体公司有法度生产，但是量无法度符合台积电的需求较大。所以日本以前日本嘛是半导体大国啊。所以咱台湾这经历气体甲化学气体，大部分拢依赖日本来甲咱支援。所以咱拄仔讲经济，迄个半导体会影响到所以真侪我讲。股市的这厉害的这分析师拢讲，因若拍起来对咱亚洲的半导体国家好，因为啥？因为开始介绍，因为咱的介绍较俗，
吼，继续就开始压起来嘛。啊，本来就欠，啊，搁较欠。是。吼，啊，其实另外一个吼，我是感觉，天然气才是西方应该讲美国想要制裁洛西亚的一个上大的关键点。是。好，咱来请教林老师吼，高老师拄则有讲到，这咱台湾的这个半导体，这个会员是稳定吼，总是若是政治上烧战，对这个台湾的影响会真大无？我觉对台湾的影响会足大，吼，因为这个拜登去年的8月为这个阿富汗撤军啦，吼，是啊，撤军就是讲伊要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于这个印太地区，这印太地区，印度太平洋地区是，但是有足侪危机，像这个乌克兰危机，吼啊，将这个焦点呐，搁为这个印太地区转到这个欧洲地区，吼，这对美国来讲，的战略啊，并不是讲一个足好的发展啦，吼，伊第一个目标就是这印太地区。啊，这个印太地区重大的条件，就是为中国来的。所以伊一面爱应付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当然就无法度完全100%来注意这个中国的发展。所以安尼就对台湾有间接甲直接的关的影响。所以咱对台湾来讲，就是讲吼，其他的国家安那来反应。咱看见法国的总统，这个马克龙，伊有讲到啊，吼。虽然讲伊落尾有点仔否认啦，伊讲这个乌克兰会当考虑像这个芬兰化共款啦。咱知影这个芬兰甲这个过去这个苏联接做伙，所以1948年有一个条约，这个芬兰都无采取来敌对这个苏联的一寡外交甲国防的政策。保证讲无要甲因对敌安尼，所以乌克兰安尼讲变成芬兰化，就绝对无法度加入这个北约，吼。所以有足个就是讲，即届其他国家安那来反应，啊反应原来爱像美国共款这样强度这样程度共款，安尼较有法度来互这个北京知影讲，安尼讲北京来对付台湾，啊其他国家原来共款会强硬。来对付北京的压力，吼。啊，佮另外就是讲，咱即届会当看到就是讲，全部即届军事的演习撤侨，吼，即个都有做可能伊甲咱台湾有关系啊。啊，讲台湾遇到即个中国这么大军事的压力，咱袂使佮完全都排除伊像美国还是即日本即撤侨的可能性。哦，当然讲咱即马抑阁无拄着即种这种程度啊，吼，但是乌克兰即马发生的，就是咱台湾爱注意看，因为乌克兰无希望美国来撤侨，阮也无希望即个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将即个航空公司即个停航，全部停止，像这荷兰共款，吼。这个动作敢是代表讲伊要甲你放杀，敢是安尼意思？一部分啦，咱知影是讲，政府是政府，啊，但是这民间的企业，是完全无共款啦，吼。所以对于台湾来讲，会当好好来密切来注意啊，吼。虽然讲咱台湾有较大的重要性，吼，较大的重要性就是讲，甲这个乌克兰就完全无共款的，但是乌克兰是一联合国的会员，咱台湾唔是。啊，虽然讲台湾唔是，有人安尼比较啊，吼，问这个拜登总统就讲绝对无派兵到这个乌克兰，但是拜登总统伊绝对袂讲这种话啊，吼，对台湾袂讲这种话，绝对袂讲这种话。伊去年伊这个8月、10月有2届，人咧问，伊拢讲美国有这种承诺，美国会来保护台湾，这是公开，虽然讲这个白宫国务院落尾有个一寡澄清啦，但是对台湾有点仔战略模糊啊，战略个模糊，就是讲无讲得多清楚啊，绝对无像讲拜登对这个乌克兰安尼讲，就讲美军绝对袂去来乌克兰来协助，但是武器
还是其他外交有足多对乌克兰的协助？是。咱看到林正宇老师讲到美国要甲重点放伫这个亚洲，不过咱请教吴老师吼，即马拜登总统的声望足低吼，这敢会影响到伊的政策？是，我想吼，足侪人吼，在散即个消息讲啊，美国会安怎会共放弃吼，尤其是去年这阿富汗战争了后吼，足侪人讲啊，这美国吼，这讲规本机，但是做无一趟事。啊，拢想要用这种方法吼来怀疑美国，伊来这保护盟友的这种想法。但是咱看到讲，其实美国并毋是安尼，伊有外交，伊嘛有军事，伊有两手在做这件代志。尤其吼上重要的是讲，你看哦，伊爱搁顾到这乌克兰这个危机。伊嘛是其他的所在，伊嘛是照伊的步数吼来咧做这个发展。啊，我林正义老师讲到的讲，包括伊个印太战略的部分，伊按照伊的步数吼，会按照伊的时程来公布这印太战略这情形。所以透过这个部分来甲全世界讲，美国有能力，嘛有这种责任，要甲国际迄款稳定来甲稳定落来。所以，咱当然无任何的国家啊，任何人民想要来战争，啊嘛唔好想要为战争内底得到任何好处。这是我想，不管是学政治学的，还是讲咱伫去看国际政治内底，当然这政治人物伊有伊的想法，但是绝对无人有想要为战争内底得到啥物好处，因为战争足无情的，这拍落吼，这咱过去不管是国强的迄个内战吼，这死遐侪人，走遐侪人，这其实拢互足侪人是印象非常深刻、深的所在。所以吼，咱绝对吼，咱台湾当然是伫即种的迄款危机内底，咱来看到咱台湾到底有啥物角色，咱会当为台海还是对印太的这种稳定，咱会当做到啥物？更较好的部分。吼，所以咱看讲台湾 can help， 这绝对毋是讲干来。口号讲的尔，咱是要安做啊？互美国放心，所以咱看到讲啊，竟然有人讲啊，台湾唔好找美国的麻烦，这真正是天地颠倒病啊！但是咱看到讲，真正讲台湾要安做吼，会当互其实更较侪个国家愿意交咱这个朋友，然后互咱有更较好的支持。我想台湾安怎做吼？这咱即摆已经有所谓台湾的模式，这个部分其实咱是爱看到这个。对台湾有信心的所在。是，咱继续来请教高老师吼，讲到拜登总统，你感觉伊阁有啥物部署？我拄仔有提起吼，天然气其实吼，欧洲的天然气有2条管道，北溪吼，伊叫北溪的加速管。哦。一条是过去起的，第2条是2021年起好。是。吼，起好，啊，伊这就为洛西亚直接连甲。为北海直接连甲德国入来吼，所以呢，这条第2条吼，伊的迄个 capacity 是过去第1条差5倍，5倍，所以吼，伊有法度用大量的天然气，啊，这个管道是德国、法国、美国因这国家投资的呢，投资的，所以呢，拜登有绕话甲普丁讲，你若真正开战，我就这条管道甲你切起来。切起来。所以伊就对经济来讲的话，洛西亚上大的收入来源，甲你剁掉这条。啊，毋过伊家己有投资呢？伊家己有投资啊，因为过去的时阵，美国甲洛西亚的时阵，伊希望讲咱卖迄个军事冲突，军事冲突。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就希望讲，洛西亚普丁会使讲，卖得了代志啦，大家较和平。啊，你若有这个亚速港，你有石油，你会使卖欧洲，你继续卖。啊，为啥天然气遮重要？因为咱台湾是小热的国家，咱唔知。你欧洲，还是你美国，伊咧较寒的所在，伊冬天伊咧都市内底爱热烧水。是。啊，这兄烧水就是爱天然气，所以能源啊贵，对中国有影响，对咱台湾嘛有影响。是，为啥？即马船运就贵嘛，即马船运就贵，所以石油贵、天然气贵，即所有能源啊贵你尤其搁加上咱即马讲，
inflation 啊，吼通膨，这加成的效果吼是大部分人拢食袂消的啦。是，大部分拢食，所以我讲吼，上好是会使大家讲好，吼，大家讲好。啊，若条件落实啊，希望啥物条件？西方国家评估讲，这会使，因为有好有摕嘛，哦 ，give and take 嘛。但是西方国家嘛，希望讲你落实啊，有啥物会使摕过来。所以这是我来单判了一个，哦，咱就讲就是一个商业的表现啦。是，哦，你最后一步再会讲，我甲你讲袂起来，要甲你拍。是，照安尼。啊无吼，我想上好的就是讲，大家坐落来讲，吼，你落实啊要啥，阮有法度互你。啊，像国家交美国想要甲落实啊摕啥，你有法度有法度互你。啊，大家平安完，了，会使撤军的撤军，吼，啊，大家莫紧张，安尼是上介好的结局啦。是，多谢三位来宾的分享，观众朋友，咱明仔载再会。